呢度係恒大進軍香港嘅第一個項目，曾經高峰尺價由16,000蚊腰斬到而家得返8,000蚊，最大嘅帳面蝕讓高達1,500萬。究竟係發生乜嘢事會令大部分嘅成交都蝕讓呢？我哋而家去睇下。今日帶大家睇一套恒大遺作，800尺嘅3房，做咗緊廚嘅 L 櫥櫃，仲附送埋 Villa 酒櫃，廳房正南同向。跟我落嚟睇下。豪華嘅交樓標準，水晶吊燈，亦都做咗無主燈設計嘅燈槽，做咗特色仿皮面牆，重新貼咗牆紙。主人房亦附送衣櫃，睇得出當年發展商嘅用心。如果話係現代主義嘅設計係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，咁呢度恰恰係一個相反。水晶吊燈華而不實，吊燈喺樓齡唔高嘅情況底下，反而增加咗壓迫感。側面門柄採用大量金色，以及深木色地板木門嘅顏色配搭，顯得非常俗氣，彷彿一直話強調我好有錢，唔符合市場嘅審美。偽豪宅嘅概念遠離城市嘅工作圈，生活機能配套亦嚴重不足，區內供應一直過多。當泡沫破裂後急速下滑，但係當泡沫清出後，8,000蚊嘅尺價你又點睇？評論區話我知。